转转来咯，充满信心，充过来来伫生涯上来一切的挑战。感谢你，拢使的，感谢你对拢是用过主啊，所以都能。也弟姊妹平安，这是咱礼拜时间要到，请咱安静心来做今仔日早起的主日敬拜。
全地拢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着弹琴唱歌学乐耶和华，着弹琴和诗歌的声学乐伊，着用号头甲扫角的声，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来带咱来敬拜学乐。感谢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健康，也赐给我们今天有好的天气，来到殿中，我们可以来到殿中来敬拜。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在永恒中与主相遇，与历世历代又美又善的圣徒在永恒中颂赞主。借着颂赞，我们的灵也与天上的敬拜接轨，也提醒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也不在环境，而是在那位创造宇宙又爱我们的主他的手中。我们的好处不在他的以外。如果方便，邀请大家可以一同站立，同心称颂那指教我们的主，在你手中。诗篇16篇，他不仅是在困境中对神信心的宣告，也预言弥赛亚神儿子耶稣。感谢神，道成肉身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成为代罪羔羊。我们从罪的绝望中，可以
看见主将来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继续以感谢的心对主说主你是配得坐在宝座上永远掌权的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谢你的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
持续站立。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也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就是咱要来看启文，记载于诗篇第17篇。这是我来启，请恁来引。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伊也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徛起伫你的厝下，迄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哪开力，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以上，即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年冬岁首的一年中间，你来引带保守阮所行过的路，无论伫喜乐也是艰难，伫工作、学业、家庭。求你做阮及时的帮衬甲保护，阮的一生简单倚靠你，也要遵行主你的诫命，来得到主你的欢喜。主伫你所赐的圣灵，做阮智慧的老师，用圣经的话语来为基督来做见证。伫教会中彼此三听三劝勉，你所赐平安喜乐，就要伫阮的中间。互即个教会伫即个社区诚做见证，也愿主你即时也看顾阮所有遮个兄弟姊妹，那今仔日来到主你的殿院中，要满满得到主你的恩惠转去。但今仔日今年的开始，也世上充满着不安甲扰乱，愿你的话甲你的听安慰着你的百姓。因为听谈遵守你的话来行百姓，要兴旺伫即个地上。过去你安尼引带你以色列的百姓，你也是安尼应允因讲，那你所听的囝儿要伫地上会得到满满的祝福。愿要即时为着阮行动不便的兄弟姊妹。以及袂当身躯病痛、袂当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愿为伊来求讨，愿主你的手安慰因，也甲伊三甲伫地，伫年老的时，互伊常常得到主你的安慰。但即时，阮也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献上阮的感谢，
愿主你接纳，愿安尼同心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是咱要请放总团来带咱学乐。第四摆是较咱做伙唱啦，吼，第四摆。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6篇，请咱做伙来看。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生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因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加添，因献电费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
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伊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服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朽烂。第11节，你要将你的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以上，这是咱要请连牧师来甲咱证道。伊今仔所讲的是以耶和华的神为至宝。主内敬爱的长子弟兄们、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2026年的开始，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想要用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至宝，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勉励、奔走、奔行上帝给我们的天路历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在你面前。当我们迎接新一年、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让我们从今年开始，给自己一个期许，也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以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并且在你里面寻找到永恒的生命，让主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信我的，必有活水江河，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涌出来。”主啊，让我们从今年开始，深深的去体会你的同在，借着我们各样的敬拜，不论是读经、祷告、聚会、团契、赞美，都让我们从这里面体会到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这么样的以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尘世的当中，是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福分，成为你的子民。我们的神，再次在你面前，我们这样的恳求，愿我们从信仰当中去体会到这样的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时刻的滑动，源源不绝。我们要把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你。愿你此刻圣灵来帮助我们的不足。感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进入2026年的新年的开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时，能够全心的仰望，与主同行，仰望上帝，让我们去实践、去实行他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美好的旨意。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小故事里面在提到说，在一个农村里面，有2只的青蛙，它们非常快乐的在陆地上这样跳着跳着唱歌赞美。哇！一个不留神，2只青蛙跳进一个很大桶的牛奶桶里面，这怎么办呢？跳进这么大桶的牛奶桶里面，2只非常在那里紧张跟害怕，因为他们陷入困境里面。其中一只青蛙呢，就很卖力的滑动它的4肢，希望能够
尽量的、尽快的跳出来。另外一只青蛙劝他说：“不要傻了啦，我们稳死的啦，你这样做是没有用了，只是耗费体力。”结果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两只青蛙，其中一只结局就是一定就是死掉，可是另外一只最后竟然可以平安的跳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在那里努力的游，把牛奶那一桶一直搅到最后，类似像奶酪一样，他就比较樱花了，他就跳出来了。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带给我们的启发。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试炼、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只有努力，我们只有勇往向前。存着信心的人，最后必定会成功。当我自己女儿在美国学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都投资在她身上，也感谢神。有一天，她告诉我：“爸爸，临时叫我要去演奏，我很紧张。”我说：“你不要紧张，很难呢。”我说：“你就像你到琴台上面。”你弹琴，你就像弹给上帝听，你就自然的可以把你内心的对上帝的爱感动流露出来，所以你就像弹给上帝听一样。感谢主，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至宝，这人是有福的。他的祷告，上帝会垂听；他的祈祷，在主面前是很重要的，会被主所重视。他的生命里面能够去经历到奇妙丰盛的恩典。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以耶和华上帝为至宝，就清清菜菜、马马虎虎这礼拜我有去这礼拜，这样就好。你没有从礼拜、从读经、从祷告、从圣歌队的赞美、从我们的敬拜赞美里面的诗歌歌词里面去体会到那一种信仰带给你的力量、感动跟活力，你就没有办法像耶稣说的，信我的要从他生命里面像活水江河不断的涌出来。所以要经历上帝奇妙丰盛的恩典，他的带领，这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在今年的开始我用这样的来跟我们弟兄姐妹勉励，以耶和华上帝为你的至宝。我们的圣经就是一部救恩史，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选择这个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这样子一直到今天，到罗马，从他的后代，一直上帝的带领，到耶稣基督，到今天全世界。就是不断的在向前走。上帝所摆设的救恩，要让所有的人不断的在他里面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救赎。到今天，我们就是继续在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活在一个虚构或理想的天国世界，没有人世间的不幸，或者是否认人世间有着黑暗的一面，而是深信上帝是一位能够引导我们在实际的我们的境遇状况当中，带我们不断向前的上帝。这是一本书里面他所揭露，我把它放在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是一位实际能够领我们向前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冲破许多的困难险阻这样的上帝，让我们确实的去体会到他跟我们带我们向前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确信，
特别我们台湾在今天面对这样困局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胜过邪恶。一位美国的企业家这样子讲，他说：“我很爱使用那些具有无限勇气、敢于冒险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会走在如同被围墙隔离的道上，不过他们依然时刻存着盼望，随时找寻如何越过这个围墙。”这是这一个企业家里面他生命的体验，所以就让我们有一股不断的，上帝是我们的动力，是我们向前的力量。我们要去体会这样的能力。大概我讲了一部电影，就知道我大概是属于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我读国中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真善美》，很多人有看过。哇，这部非常的又是喜剧片，又是蛮有意思的电影。这是阿尔卑斯山，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它是在阿尔卑斯山一个山上的一间修道院。有一天，一个修女叫玛利亚，她非常的可爱、活泼、活蹦乱跳的，喜爱唱歌，喜爱戏剧，所以她常常跑到山上，在那边自己独自的在那里歌唱啊、演戏啊，在表现出她的性格，让这间修女。那我们知道修女都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个修道的一个修道院里面，这些很多其他大家的修女都觉得很头痛哦。这个女孩怎么一点都不像修女啊？当大家很怀疑的时候，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这样说：“他说，我总是在疑惑之中存着相信。”我总是在疑惑之中存着相信。他相信玛利亚，他相信这个年轻女孩的修女。我觉得这句话蛮可以给我们很多思考的。我总是在疑惑之中存着相信。我们的信仰不也都是这样吗？我们常常在信仰的路上跌跌撞撞，我们总是在疑惑之中存着相信上帝的带领。后来这个玛利亚修女离开修道院，到一个海军舰长上校叫冯崔普的家里做家庭教师，跟那些电影在描述他跟那些孩子彼此的互动，唱歌哆来咪哆咪哆咪，非常可爱的这些诗歌、这些歌曲里面，来最后帮助这个家庭逃离德国那种的魔掌，能够得到很好逃到瑞士去得到自由这是电影令人感动的地方。我在和信自来中心已经有他们请我去大概有1年多了，我1个礼拜要工作服侍2天，都是癌末的病人。有一天我去播放一个盛小梅这个歌手他所唱的福音诗歌有一天，因为我觉得这一首歌呢非常的适合那一个姐妹。这一首诗歌非常的有意思。有一天你若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觉得没有人爱你，有一天你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珍惜自己，不要忘记有人爱你，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他紧紧拥抱你，伴你走一生。这就是我们的神，他陪伴着我们，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有一位学者这样说，他说：“你永远不是一个失败者，
除非你放弃尝试。活出美好的这个作者，他有很多的书，常常在星期天的时候会在 Good TV 频道来讲道。哇，他讲到非常多的人深受感动，把整个他说在场的不管是体育馆或者是那个场所，充满着很多很多的人。这个约尔·奥斯汀他说，当大家都说你不可能，你不知道如何前行，你要记得，是谁在你生命中引导你、掌管你的生命。他的父亲在湖木教会，后来他接续他父亲在那里牧会。如果有看书的话，有去看那个书的话，就知道他父亲，他是一个，他妈妈也就是这个欧尔加斯，这个约尔奥斯汀他的阿嬷他们历代都棉花工人，所以赚很微薄的工资。他爸爸就说，上帝绝对不是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我们不能永远都在这里。所以他父亲想尽各种办法，就出去开始工作，神学院就这样读。但当然老一辈的都会说啊，你卖工啊啦，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历代就是要做棉花田工人。他爸爸说不是这样，我相信上帝给我的生命绝对不是这样。所以他后来就在湖木教会，这个约尔·奥斯汀他就去接他爸爸，成为现在非常世界有名的布道家。所以他常常勉励大众：当你感觉日子难挨，当你感觉不知道怎么办，不晓得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你要记得，还有一位真正帮助我们的上帝。当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不晓得你是否注意到，他被称为大卫的什么金诗，黄金般的诗。所以他就是在这首诗，这个诗篇就在提醒我们，在人生的道上，到底我们在寻找什么？人生的道上，你在寻找什么？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查经就知道，诗篇里面总共有6篇称为金诗，黄金般宝贵的诗。诗人在这里用耶和华上帝为他生命中的一切来写这个诗，表达他心中对上帝的敬畏。无论生命中的喜怒哀乐、祸福荣辱，他都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通常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到紧张、害怕、软弱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我们面对很重大的困难，要做决定，或者是面对很大的试炼，感觉六神无主，可是又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可以读这一篇的诗篇，它给人展现出非常极大的信心，值得我们来学习。这一篇的诗歌最重要在于，诗人他学会紧紧地抓住上帝，视他为生命中的一切。所以这个诗篇里面有5大段的信息，是诗人要给我们的。首先就是第1节、第2节，告诉我们你要全心倚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诗篇16篇1到2节，来，我们一起可以来读来。
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人1、2节就用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幸福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答案，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幸福，上帝与我们同行。这是john威斯利牧师年老的时候，他写的这一个非常宝贵的名言呢，在他的病床上这样贴着：人生最美好的是，上帝与我们同行。上帝与你同行的时候，哇，那力量何等大！你可以做很多你从来不敢想象，你会领受很多上帝给你非常大不一样的祝福跟恩典。我常跟我家里的小朋友、家里的孩子，不能讲小朋友，可是对我来讲，他们就是小朋友。我跟他们说，我们家每一样都是神迹，真的都是神迹，讲不完，说不尽。奇妙的上帝，当我们依靠他，你就会经历很多你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不得不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只拿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媳妇。我在马街里面，我们常会到病房里面献诗。我们那里面非常，大家都关怀师都很会唱歌。其中有一位姐妹，她是牧师娘，她没有读神学，可是她的声音非常棒。她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总会当干事，陈一勉牧师，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啊，太太福莲文姐妹，非常的唱歌非常的好听。我在马街里面有一天梦想，我就祷告：哦，上帝啊，这个老三哦还没有结婚哦，啊，他们哦，上帝你给他们预备都会弹琴。那我这个未来的媳妇哦，能不能是基督徒？一定要基督徒，不是能不能，是一定要基督徒，而且要声音要像这么好听，在我的家族里面啊，我就多，我讲哦，就松快，我会非常感谢快乐。但是主啊，我知道很难，因为要基督徒，这是我定的规矩啊，一定要基督徒。可是他要声乐系。要声乐的人，但没有声乐系就很难。我说主啊，我知道这很难的。退休我提早退休，然后去教会牧会，竟然在教会里面，去第一年10月开始，竟然12月底2个就开始在交往，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怎么做礼拜会2个坐在一起？这很奇怪。我才知道，哦，原来。来，那个姐妹就读北医大声乐系，就在那个教会指挥。本来她要离开了1年，她说：“爸爸，这边都老人家，我这年轻人我都很孤单呢。”他爸爸说：“你既然在这里，大学都在这里，你就直到你研究所毕业才可以。”结果上帝真的多年后就实现了，我想都不敢想。这件事情我祷告交托以后。我就没有一天到晚在那里祷告说主要在哪里没有，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交给你，没想到上帝就实现了。我只念神学院，明年要当牧师也是这样子，每一个真的都上帝的预备，我不知道，所以有常常我在想，上帝啊，为什么我的同工之间，我好像特别过得好，我好像特别的好，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你。有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大到你会说：“主啊，我真的不配，我没有什么好，我真的不配。”
但是上帝就是怜悯恩典。所以当我们懂得全心倚靠上帝的时候，你才会真的体会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你的保守。这为什么就是信仰的教导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常会思考，很多人留下很多巨大的财富，变到要死，房子之间留下巨大的财富，可是他一生就是这样过，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在哪里？我在和现在关系这些病危的人，我常跟他说，人的年龄活到几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面的终结，快要结束的时候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赞美的，是没有忧愁，没有诅咒，没有哀怨，没有愁烦，这样的生命才是最美的。如果生命要离开的时候是那种疑惑、焦虑、不安、恐惧、害怕，那这样的生命即使再长也没有意义。所以人们只知道通常经营财富要留给子孙，但是这些重要吗？它是否可以存到永远吗？那么什么是留给孩子最重要的？信仰。对，我们当中有人就是信仰。当你的人生阅历越来越多时，我也常常在想，一个人千万不能在他生命的前半段非常的风光，可是在生命的后半段却凄惨无比。这样是祝福吗？不是。所以盖棺还没有盖棺论定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准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存着信心前行？就是你不断的要祷告上帝与你，让上帝与你同行。传道书2章26节说什么？上帝喜爱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并且把他所有的归给上帝所喜爱的人。这个是否也就是虚空，也就是捕风，不是吗？第二，圣徒的团契，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因为它太棒了。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诗人在这里指出，有一群人，他们是上帝在这世上所特别拣选的一群荣耀与尊贵的圣徒，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他们以敬畏上帝为首要，他们有圣徒的彼此的交通，弟兄姐妹之间相互的劝勉安慰，他们的口不断的来赞美神，不提起别的神子的名号，不以不敬虔的人为伍，不在他们的祭坛上有份。这一群人是谁？他们是又美又善，上帝的圣民，上帝所喜悦的圣民。他们过着圣洁、公义、离弃罪恶、不义的生活，是上帝所喜悦的百姓。很棒的诗人在这里所写话语。接着我们来看5节、6节第3部分，以耶和华神为产业。你的产业是什么？圣经里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么既然是产业，有没有把儿女好好的教导，用你的信仰去感化、感动他们，去培育他们？
耶和华为产业的那人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产业，你才能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是你杯中的分。我们所得的，他为我们持守，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永是我们的帮助。当我在马街，当我用我的退休金，我一生所有的给我女儿说：“你去受造就，没有关系。不够，我姐姐在帮助我，哇，给女儿去。”我同事都骂我说：“你人很笨，你把几百万的退休金都给他。”因为我在马街工作20几年，那你以后呢？我说：“你给孩子翅膀，他就能飞；你没有给他翅膀，他没有办法。我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因为那是上帝交给我的产业。”感谢神。他回来说：“爸爸，我每一科都 A 加，我没有浪费你1分啊。”那时候心里面几乎要哭。我说：“感谢神。”我说：“我常常叮咛你，你只能往前，你不能往后，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可以往后。”感谢神。荣耀上帝，以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得到神100倍的祝福。诗人在这里告白，耶和华上帝是他唯一的产业，他确信一生跟随上帝，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他。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有像诗人这般的体会？上帝也会把最好的给你，为你预备。这种的生命是全然的仰望，倚靠上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约书亚13章33节那里提到说，唯有利未族这个支派，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是以敬畏耶和华、服侍耶和华上帝为他们的一生宗旨，作为他们的产业。可是上帝从没有让他们缺乏。当我们在这城市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产业？以神为至宝的那人是有福的。第4个部分7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动摇动。遵守、遵循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告诫我们。当我们做错，我们又感到不平安，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圣灵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照上帝话语去行。我也是会，每一个人都会，只有跪下来祷告，求上帝赦免。真的是软弱，没有一个人不软弱。诗人说：“我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上帝，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遵循上主的话。诗人在这里表达他对上帝的信靠以及生活的态度，时时尊主为大。什么是尊主为大？当你做什么事情，你会想到，这是上帝所要的吗？
这个会不会带来上帝的祝福？有没有尊主为大？很简单，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吃饭都会祷告，对吧？祷告的时候，我们万一在看电视，你会让他想着吗？还是你祷告的声音跟电视来比谁大？不会吧？你一定会把它关静音，或者是关掉，因为这是祷告的时候。祷告是我们跟上帝的交通，祷告是你在跟上帝的对话。所以小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把电视关掉，他们都会这样，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在很多生活上的小细节，我们不马马虎虎，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马马虎虎，上帝知道我们敬畏他，他的祝福，他的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诗人说什么？我常将上帝摆在我面前，他常常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所以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试炼、祸患，他都不会摇动。这是很棒的。所以诗篇16篇那黄金般的诗。在人生的当中，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困境，我们能够克服心中的恐惧、各种的问题、哀伤、挫折、逆境，甚至痛苦、死亡，这都是上帝给我们他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跟力量。所以能够时时刻刻寻求上帝、尊主为大的人，上帝必与他同在。失去了上帝，我们便一无所有。所以常令我们难过的是，本来这个人他很爱主，不晓得为什么，就有一个青年，他还没有念太大的时候，他高中的时候在教会非常活跃，演剧各样的。念太大念之后，有一天忽然的不来教会，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多人就说很可惜，为什么他把自己封锁起来？不知道。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或是以前，他们很喜欢敬畏主，后来就没有去教会了。目前我在关心的一位病人，年纪很轻，45岁，工程师。以前在教会，他说：“牧师，我很想回到以前我在教会弹吉他、敬拜、赞美的生活。现在呢，没有，我已经5年没去了。这5年我过的生活非常的糟糕，因为他面对职场的霸凌，他非常愤恨。他说：我已经计划4年了，要如何保护他，如何让他犯罪，如何让他被抓去关。可是还没有成的时候，自己已经病危了。我就说：你这样值得吗？他说不值得。我叫他：你要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年纪轻轻病危，已经没有药可以打了，非常的可怜。这样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除了回到上帝面前来，我将耶和华上帝时刻摆在我们的面前。诗人说：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所以上帝永是我们的盼望，永远是我们的希望。失去上帝，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最后一段永生的盼望，9到11节，让我们一起来。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满有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如果人生的终局是怎么样，那是非常的棒，永生的盼望。诗人确信，当人生终末的来临，上帝必然拯救，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光明的国度。他相信上帝必不会将他放在阴间，希伯来叫做谁哦？谁哦？就是一个很深、很深、无底深坑的大黑洞。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就要说4个话3日，然后落地阴雾，对不？就要说落地阴雾3日了后，4个话落在阴间。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人走了一定要经过一个很大、很黑暗无比的阴间，再走过来。这就是圣经里面当时候人的观念。所以诗人说：“你必不将我撇在阴间，你不会将我的灵魂放在那个又深又黑暗、没有希望的地方，你也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的信仰告白第3日主要说对4个话，所以那里永远不是我们愿意去会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主，我们跟他一样。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不是吗？旧约里面，他们对上帝，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时代的来临，可是他们对上帝就是这个诗人这样子非常美好，说不出来那种伟大的信仰，在这里透过圣灵来跟我们一起来提醒我们，上帝不会把他放在阴间，他深信他永远要活在上帝的福乐中。所以我们也深信，我们与主同死，也要同复活。主应许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我相信这就是基督徒最终的奖赏。常在我最近一直在想，主啊，你要我怎么把福音传给这些癌末或临终的病人？当我跟他们分享信耶稣，让我们有真实回到上帝那里。有一天我们都要跟我们的亲人相见，有的就很注意聆听，当然有的因为家里信仰的关系，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我都跟他们说，只要像耶稣说的，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后面的事就不要管它了，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深信这位主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你。所以这一整个诗篇里面，只有紧紧握住以上帝为至宝的人，最终才能进入荣耀的天家。我们一生用这样来服侍主，直到安息在他里面。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说主啊，在这世上我们得不到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借着非常棒黄金般的诗篇，再次让我们看见一个圣徒他的一生的写照，帮助我们过这样美好、非常
让我们敬仰的生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如同启示录所写，在天上24位长老日夜在上帝的宝座前赞美神、颂赞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主啊，让我们也把这样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对你展现，对你感谢。我们相信我们会经历不一样信仰的生活，而这信仰是真真实实的，不是脑海中的相信，是真真实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体验。愿主你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咱来吟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这是咱游园徛伫，咱来吟上吟387首吟诗乐，煞咱请练牧师甲咱祝祷。愿更归心被上帝，愿更献家信心三位体，在地的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疆无尽。阿门，阿门。主阮的上帝，愿意阳光踮伫你所听所有囝儿的顶面，互你生的百姓时刻体会上帝的疼，甲阮三甲地地，直到永世代无尽。愿主你的美妙，甲你圣神常常踮入阮，区别阮行这条天路，得到你满满三甲，甲阮三甲同行。阮就要欢喜跳跳，一世人领受上帝的欢喜、快乐、甲平安。但愿咱大家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三甲对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请咱献归周报。下主日担任事工，请咱的同工来注意。担任事工的请咱准备心。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若有订单，请咱向相关的中心来更正。消息报告就是讲，咱今仔日小组暂停，因为咱1点要伫即个完成即事的府上来举行家庭礼拜地址伫即下面。咱后壁有迄个车厝的安排，所以咱会使去看迄个广告栏若有登记的人看你安排是对一车咱来做伙来来一同来去到迄个录制事的家庭即个圣经充满我即个天窗卷今仔日请咱到即个国语长老来认证。因敬拜团2点有即个训练请团员来出席。这是咱来请连牧师为着即个蔡文姊妹甲许贝如，以及咱为着即个林牧师因一家甲即个鲍明理牧师娘因的身躯来代祷。这是咱同心为着这个身体欠安的兄弟咱拄则讲的4位，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你知影你所听的查某囝彩云姐、柯贝如姐、鲍明理牧师娘。以及伫阮中间，常常甲咱三个敬拜你，林牧师，转言身体欠安，因拢就特别需要助力医治甲头帮。
主啊，伫艰苦中间所受，是非常真痛苦的，因为因所经历的，无人会当像因的经历，因的艰苦常常无得讲，只有点点忍受，才会艰苦的变的折磨。主上帝，你拢知影，求你特别施恩、疼痛、看顾因，特别在阮这旧年来的艰苦，陪着姊妹保护师娘，特别所敬听林牧师以及全家。所照顾顶面带来非常大面对的不便、艰苦，牧师娘照顾，你牧师所付出的，主啊，这个家庭所受的折磨，主你拢知影。求主做因的帮赞甲活靠，求主特别医治的灵念伫因每一人的中间，互因对主你领受，也伫艰苦的中间知影，的确主你的确会有你美好的旨意来带领伊，医治因，享受因平安。我哋教会礼拜三伫遮游玩，大家为着因三甲在祈祷。有讲袂出心内的苦痛，只有上帝知。愿你的旨意，好的旨意行做伫因的顶面，也求你听阮微微无够额开力的祈祷。主上帝检察也有最人面对最艰苦的事，当因伫你面前咧求救，你犹原看见施恩伫所有软弱的人的顶面，伫所有求救你的人的顶面，阮的兄弟姊妹的顶面，愿因得到主上帝特别的看顾夫妻。昨日度过真济的苦难，主，我相信，因为安尼，也来失落意志伫主内面的仰望，因为知影有搁较大稳定的享受免流伫因的后壁得祝福因。愿你平安，甲阮所有兄弟三合弟的。也愿你听，愿伫你面前微微的恳求，甲出于心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这是咱密道避讳。这是咱来行平安礼。无，伊教育幼儿园，迄是上帝，即应该当